哦，高铁到站在旁边了，不要快1公里呢。从嘉义太保要到高雄仁武，你看这一段啊，在那个后壁这边，从嘉义太保到新港北港到新港嘛，那里的那个高铁两边的道路已经早就有开好了。要去新港航天宫啊、北港朝天宫啊拜拜啊，有开过那条路。从那个是嘉义水上省道那边，然后接东西向快速道路，然后下来以后，从那个高架桥的两边，高架桥旁边的道路往北，到嘉义太保高铁站那边，再继续往北，到新港奉天宫，到新港那一段都开通了。哦。说将来这个高铁左右边都要建新的公路呢，这可能变新的省道了。